喺度呢間行運足浴店有冇印象啊？佢喺蓮塘口岸仲有專車接送，預約打呢個電話就可以噶啦。點解今次又會再嚟呢度？就係因為佢推出咗一個特價嘅套餐，可以有按肩頸啦、泡腳、按腳，仲有埋收腳添啊！如果大家唔中意按腳啊，佢仲有另一個中式按摩，特價99蚊60分鐘啊！既然你都嚟咗啦，而且全店係免小費，亦都冇隱藏收費，仲要港幣1對1添啊！一於兩個特價項目體驗晒佢啦！你入到店內環境好光猛噶，咁但係如果想私隱度高啲，你可以咧有房間按腳啦，又或者推油嘅話咧，亦都有獨立房間，而且每個房間咧亦都有獨立嘅沖涼室。而家天氣咁熱啊，嚟到沖翻個靚涼之後再按摩都可以噶。介紹完啦，係時候親身體驗一下啦。浸腳咧呢一個咧就係一啲嘅艾草嘅藥水啦，有啲藥用功效嘅，同埋祛濕啊、驅寒啊都可以噶。期間你都會做個背部嘅肩頸按摩噶，師傅亦都好有經驗啦，成個背部嘅肌肉勞損咧都同我按勻晒噶。按完肩頸之後咧就係收腳皮啦。咁啊佢哋採用咗一次性嘅刀片啦，同埋每次刀片咧都會有呢個酒精消毒噶。削完腳皮之後咧就按腳啦，按到腳板底啊、小腿啊、腳背啊等等位置咧都同你按得好到位噶。咁另外咧，因為呢個咧搓鹽咧就冇包喺呢個項目裡面嘅，咁但係我額外咧交咗少少錢咧就體驗埋嘅。因為上次同朋友嚟啊，佢話呢個搓鹽真係好鬼舒服噶，個感覺咧就係有啲幼沙咁樣啦，喺呢個腳板底咧磨下磨下咁樣，咁磨完之後咧個腳板底特別滑啲噶。好啦，另外體驗埋佢呢個中式按摩啊，係99蚊，大家記住係港幣1對1，咁啊折實咗嚟講咧，其實人民幣85蚊嘅啫。嗱，我夠膽講啊，可能係全年台最平嘅中式按摩啊！你話佢中式按摩咧，我不如講佢係一個泰式按摩，因為佢有平時中式按摩唔會有嘅泰式拉伸啊。佢有啲大動作咧，係頭好似拉到啲筋骨咁樣噶。我俾佢拉完之後啊，成個人啊脫胎換骨添啊！嗱，咁平有底彎嘅按摩，如果想嚟體驗嘅話，記得提前預約啦。咁呢度有個電話號碼，你微信 at 咗佢之後咧，記得話係睇奴隸秀嘅片啊，咁樣咧先可以享有1:1人民幣對港幣嘅優惠噶。